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嘅優勢。新加坡嘅地理優勢其實非常之優越嘅喎，佢處於東南亞嘅核心地帶，連結咗亞洲啦、歐洲啦、非洲啦，成為咗重要樞紐。中國企業可以借助咗新加坡嘅物流優勢啦，將產品快速運輸到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等嘅國家，降低咗物流嘅成本，提高咗市場嘅響應速度。稅收政策亦都非常之利好。新加坡政府為咗吸引咗外資同埋促進咗貿易，制定咗優惠稅率嘅政策。例如從歐洲進口嘅商品，一般嘅關稅係10至30%，但透過新加坡加工再進口到中國，就可以享有零嘅稅收。呢一個亦都可以為到中國嘅企業提供巨大嘅成本優勢。此外，新加坡稅收即時亦都生效，企業可以根據政策嘅調整，降低咗稅收嘅成本。消費者嘅市場非常之龐大，新加坡嘅收入亦都係一個高收入嘅國家。消費者對於品質同埋多元化嘅產品需求非常之旺盛。中國產品可以憑住價格嘅優勢啦、質量嘅提升同埋創新嘅設計，能夠滿足到唔同層次嘅新加坡嘅消費者嘅需求。例如可以借助咗數碼營銷啦，好似 Shein 呢一個平台，亦都係帶動咗好多嘅產品進駐咗新加坡同埋周邊嘅國家，打進咗消費者嘅市場，得取咗成功嘅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出海嘅資料，記得關注我啦。